等咗好耐嘅彩石村咧就快收樓啦。近排已經有客人咧提前上門諮詢裝修。針對呢個戶型咧，我哋做咗好多方案，今日嚟分享下呢套3到4人單位間3房嘅佈局。首先，房一按常規安排係靠窗趟門間隔，空間唔算大，做地台床連衣櫃，儲物空間加倍。另外2個房係原有大房立面高度上重新家私組合。入去睇睇，防禦櫃桶、樓梯上落床又好做儲物，下邊學習區台面倒圓角防碰撞，裏邊房靠窗書台，光線好猛，隔離做地台下床，床尾衣櫃收納唔會少。順便睇睇出面入門2字形鞋櫃，雪櫃擺出嚟釋放廚房空間，隔離組合餐櫃，摺疊餐台一拉唔佔地，電視背景多元素結合，展示收納都得。如果你近期有準備裝修新房，我哋整合裝修師傅加設計師團隊，先平面規劃，再施工改造，慳時慳力。